喺廣州早茶就飲得多啦，但你有冇試過喺珠江遊船河飲早茶呢？今日就帶大家嚟體驗一下呢間隱藏喺珠江上面嘅水上茶居。呢間茶樓係一艘老式遊船，因為有靠站時間表，所以飲茶起碼要提前1日預約。上船點有白鵝潭碼頭、黃沙碼頭、天字碼頭，必須喺預約嘅碼頭上船，而且唔可以遲到。但食完喺邊個碼頭落都得。船入邊復古木質裝潢，老廣州嘅照片，滿滿嘅嶺南風味。坐窗邊江景一覽無遺，吹住風飲茶好寫意。上菜前可以上甲板行下。呢個遊船飲茶真係特別適合帶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嚟，大家都好歡樂。遊船會經過珠江兩邊最經典嘅建築。揀個春暖花開嘅日子嚟，仲可以見到兩岸嘅鮮花。可能大家以為咩遊珠江食飯肯定又貴又難食，但係恰恰相反，我又覺得好食又超值喎。因為水上茶居其實係廣州酒家嘅廚房操作出品嘅，真材實料，味道一啲都唔差過廣州原店。我哋3大1細團購加2碟點心，埋單168。無論係嚟旅遊定係本地市民，對呢個體驗都讚不絕口。耳邊係江水聲同埋粵語老歌。望住兩邊嘅老城區街景，彷彿穿越返上世紀嘅老廣州。一轉眼又去到高樓林立嘅魅力新廣州。老媽子玩得好開心，佢話馬上就要安排班龍友嚟。水上茶居每日有3趟，每趟就2個小時左右。中途每次到站停靠15分鐘左右。我哋黃沙站上，黃沙站落，食完仲可以嚟漫步沙面消消食，又係吃飽喝足嘅一日。下期再見啦！